Taste of Fat。今日有5個板塊錄得升幅，以升幅計依次序為金融服務、運輸、基建、能源、交易所買賣基金。如果再細分行業嘅表現，喺115個行業裏面，上升有45個行業，當中大成交有13個行業，中等成交有17個行業。喺最大成交行業裏面，暫時最強嘅行業係供電工業、銀行、醫藥。喺中等成交行業裏面，暫時最強嘅行業係貴金屬、生物科技 B、乳製品。至於3日累積最大升幅行業，喺最大成交行業裏面，再加上股票熱力圖，最好表現行業係醫藥、電信及網絡器材、保險。喺中等成交行業裏面，最好表現行業係心臟心血管、投資及資產管理、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。14個大板塊股票強弱比較，以下每一幅板塊熱力圖嘅最左邊一行代表股票強弱，排喺最下面最藍色嘅方格代表股票最強。綜合企業、基建、金融服務、電信、地產建築、醫藥、消費服務、互聯網和科技、工業產品、消費商品、能源、運輸、資源、交易所買賣基金。最大升幅板塊係金融服務，相關行業有保險、證券、其他金融、銀行。第二大升幅板塊係基建，相關行業有水務供應。第三大升幅板塊係運輸，相關行業有公用運輸、航運及港務。第四大升幅板塊係資源，相關行業有有色金屬、化工產品。其餘嘅行業係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、醫藥、漁農產品、地產投資、基建、重型交通工具、電子元器件、建築及裝修、食品飲料、社交內容平台、超市百貨商城。Taste of Fat 第二部分行業板塊表現已經完結，第三部分為今日股票表現，會總結出50大成交、恒指成分股表現、頭50大最大升幅股票同埋強勢股票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繼續收看。Taste of Fat。